繼續江之島嘅旅程，目標係上燈塔。要排下隊上，咁當然係要入場券。一覽無遺嘅全景。上去2樓有個室外區。燈塔行完，係時候回程。お客様、こちらまでお待ちください。
勢いに任せて買わないで。嚟到呢間紀伊國屋食堂食午餐，江之島本地啤酒。試下最出名魚子炆仔魚飯，感覺有啲似白飯魚。江之島嘅行程就行住咁多先，下集向鎌倉進發。